雷霆881，叱咤903，此時此刻有誰共鳴？2014年9月28日佔領中環運動發生，轉眼已經半年。當日嘅催淚彈驅散行動激發大規模民憤，導致佔領擴散至更多地區，演變成雨傘運動，並且持續接近80日。而為咗抒發內心激情而創作嘅藝術作品亦遍地開花，遍佈金鐘、銅鑼灣同旺角等地，當中包括咗街頭音樂人香蕉奶嘅歌聲。大家好，我係香蕉奶，就係今日有誰共鳴嘅嘉賓。可能好多人都會問，點解改咗咁奇怪嘅名呢？點解唔用自己真名咁樣呢？其實咧，呢個都係一個好 random 嘅諗法嚟嘅啫。就係有一次咧，飲緊一盒香蕉奶嘅時候啦，真係就諗緊咧我究竟自己咧可以做啲乜嘢咧？可以點樣為自己嘅興趣將佢真係發展成為一個自己可能一個終身嘅事業咧？然後咧，我就慢慢喺度諗我自己有啲乜嘢才能啦，我就歸納咗幾樣嘅。我想中意畫畫啦，中意影相啦，中意唱歌，又中意寫一啲文字。咁但係其實歸納嚟講呢，就好中意將我自己嘅一啲嘢咧分享俾大家。我諗呢個亦都係有誰共鳴嘅一個主題嚟嘅，就係將自己好多嘅故事咧同人分享。當然啦，我都係因為飲咗香蕉奶嘅時候咧，所以先改咗呢個名啦。我之後咧又俾翻一個意義佢嘅。其實香蕉對我嚟講咧就代表正能量啦。咁而奶咧就代表童心，咁呢兩樣嘢咧就係而家咧從我好多一啲藝術嘅作品啊，都會咧想宣揚嘅兩個信息嚟嘅。20歲出頭嘅香蕉奶岑偉倫喺會考、高考都獲得優異成績，之後喺香港大學法律系畢業，但為咗追求心中夢想，決定放棄執業成為律師，毅然走上街頭，用音樂為民眾抒發情緒。喺社交網站設立專頁香蕉奶，以1日1分享嘅形式上載自己嘅畫作相片，希望為觀者帶嚟共鳴及正能量，並且將自己嘅所見所聞記錄落嚟。講到童心呢樣嘢呢，我而家呢就24歲啦，話細又唔細，話大又唔大噶啦。不過點都唔係一個小朋友嚟噶啦。我而家諗翻呢，我細個嘅時候呢，係一個充滿住童真嘅小朋友啦，可以話。對呢個世界咧一直都好好奇嘅，好似咧每逢開咗個窗嘅時候咧，呢個係我每朝早起身咧都會做嘅一樣嘢，就係打開個窗啦，然之後望下個天空上面嘅一啲雲。我發現呢，我細個嘅時候咧，好可以咧將每一嚿雲咧都可以聯想到好多唔同特別嘅東西嘅。但慢慢大個咗之後咧，好似已經冇咗呢一種習慣啦，去維持住自己嘅幻想力啦。咁所以咧就揀咗第一首歌，我都掙扎咗好耐，究竟揀邊首好呢？我想揀林子祥嘅《三人行》嘅原本，因為佢有句咧係童年時逢開窗，便會望見會飛大象。咁但係咧，我最後都係揀咗呢首咧容祖兒嘅《黃色大門》喎。一嚟新啲啦，二嚟咧我都聽 Wyman 佢喺佢 concert 度講過咧，其實佢作呢首歌嘅時候咧，佢個構思咧都係有幻想住林子祥嘅呢首《三人行》嘅歌，然後咧去俾咗一個新嘅意義佢。入邊咧都有會講到呢隻會飛嘅大象嘅喎，所以大家可以細心留意下入邊嘅歌詞啊。窗紗外，小佬給我送枝花，梳化上下凡天使共我喝着茶，世間千千萬萬人未明白我，替這位空想加驚訝。孤單真的不可怕，能讓我畫滿花，還未算是那麼差。讓那恐龍成群行過台面，衣櫃入面藏着花園，心儀男孩長住於身邊，夢要變真也沒那樣遠，生命從未如樂園，也可靠我創造浮現。讓那彩虹長橋無限伸展，飛翔日日雲上表演，魔幻現實尋到相交點，在我心房的黃色門裏保存着未坐那火箭。時
隨時游到指尖，不由旁人沉沒相選，一人同行行盡卡通片，在我堅持的黃色門裡，珍藏着自製那冠冕。窗紗外，小佬給我送枝花，想想吧，真想給你見到他。頭先有講到我自己叫香蕉奶啦，咁其實大家係喺啲咩時候會認識到我呢？其實咧我自己咧係一個法律系嘅畢業生嚟嘅，係港大讀法律系。咁但係畢咗業之後咧就冇選擇到律師呢一條路啦。咁然後咧就去可以話係追尋緊一啲自己好想做嘅嘢啦。咁我而家咧就係一個街頭音樂人嚟嘅。我咧平時咧都會喺銅鑼灣街頭啦、中環碼頭或者尖沙咀碼頭呢一啲等等嘅地方咧，自己一個拎住一部吉他，然之後拎住一啲音響設施咁樣啦，就好想將音樂去分享俾大家。咁而我喺自己嘅Facebook 專頁咧，我每日都會 post 一張我畫嘅畫啦，同埋我影嘅相嘅。咁就每日一畫，每日一相同每日一歌咁樣啦，就係一直咧會 keep 住一個會喺呢個專頁度發生嘅嘢嚟嘅。咁咧由頭先講到香蕉奶嘅奶係代表童心啊嘛，我咧又咁啱前幾日咧就翻咗去我細個住嘅地方，都係差唔多係幼稚園小學住嘅地方嚟噶啦。咁都好多年冇翻過去啦，翻去睇翻嗰個環境咧，感覺去好似好陌生又好熟悉嘅感覺。我去嗰度咧就見翻我一啲以前追巴士嘅嗰條斜路啦，以前我曾經喺嗰度俾車撞過添嘅，發生過車禍嘅，見翻嗰個而家都仲有啲陰影嘅一個安全島咁樣。又有以前踩單車嘅一條小徑啦，又有以前玩捉迷藏嘅公園啦，有以前咧好曳嘅企喺度上滑梯，因為屋企人唔俾噶嘛，企喺度好危險噶，但係大家就會好想試下，好刺激咁樣。又有以前咧會有一個秘密花園咧，係我會走去嗰度探險嘅。有以前咧會成日都扭計要食嘅雪糕店啦，又有以前咧成日會行去買一啲小禮物嘅一間文具鋪啊，估唔到全部嘢都仲喺度喎，但係咧望落去嘅感覺咧總係好似有啲唔同啊。可能以前矮啲啦，望落去個視野嘅角度咧都係唔同嘅，但係就算而家高咗咧，就算你踎低翻望呢個世界咧，都始終好似有啲唔同咗咁樣樣。我諗我哋一路咁樣成長落去咧，始終呢個社會咧有好多嘅一啲價值觀咧係會話俾我哋聽應該點樣做啦。唔知咧我哋一路長大咗之後咧，會唔會好多嘢就唔記得咗咧？好想咧送翻呢一首歌俾以前嘅我啊，以前嘅香蕉奶，同佢講下啊，你細個係諗啲乜嘢嘅咧？就送呢一首歌俾大家，《致少年時代》。愛少年時代，放肆而無害，最愛着拖鞋跑屋村似障礙賽，然後最怕背書裏未懂裝懂的感慨，未料到將來那強說的時候已情懷不再，羨慕你想哭與笑時哭與笑，永未顧忌，凡人凡事不愛理便不去理，自閉天地命還無知，特登會自由做你自己，只要想逃避，被窩總可以抱緊你。愛偶像年代，會瘋狂期待，最愛看頒獎禮，歌星要角逐比賽，還到最痛像高處當千秋，出雙膝蓋痛那麼單純，愛那麼輕易又自然可愛，是
羨慕你想哭與笑時哭與笑，永未顧忌。凡人凡事不愛你，便不去理，自閉天地，命還無止，卻更會自由做你自己。只要想逃避，氣窩總可以抱緊你。從前全為怕考試渴望能大個，今日我肩擔起更深功課。嫌從前未算闖夠我，亦無悔當初成熟催促愛玩的你，已懂得太多。妒忌你能想發泄時敢發泄，拒絕皺眉，明明還未懂世故，還想世態無數滋味，明明無知，世界卻又原諒你知己。轉眼天和地，變一板一眼約束你。假設可重遇，讓今天的我輕撫你。街頭音樂人香蕉奶歌曲傳情，引發你嘅共鳴。我呢畢咗業之後呢，就冇去行呢個律師呢一條路，反而呢揀咗一條音樂嘅路。好多人都會問我，你會唔會好似好嘥咗咁樣啊？會唔會好後悔自己做過呢個決定呢？我而家行咗呢條路大概有年幾兩年嘅時間啦，我真係呢從來都冇一刻係後悔過，反而呢一路做落去更加呢堅持落去，因為我真係揾到一樣我自己中意嘅嘢咯。其實老實講啦，我細個開始呢都係一個好三分鐘熱度嘅嘢嚟嘅，學好多嘢，玩好多嘢呢。啱啱頭一陣咪會覺得好興奮咯，但係慢慢咧就會好快失去咗嗰個熱誠啦。但係做呢一樣嘢咧，偏偏咧就真係一路做落去咧，都 keep 住越嚟越有熱誠喎。反而我諗呢個就係因為我揾到一個自己中意做嘅嘢，所以先會可以繼續堅持落去咧。而好多人問我會唔會浪費咗啊？其實咧，雖然咧法律同埋音樂咧，好似真係兩樣風馬牛不相及嘅事啦，但係咧其實學咗嘅一啲知識咧，永遠我覺得都唔會嘥咗嘅。例如，其實而家我做街頭音樂啦，我除咗真係用藝術嚟將音樂同大家分享之外呢，我亦都呢好希望可以運用我嘅一啲法律嘅知識，可以幫而家嘅街頭音樂嘅文化呢，可以去做一啲貢獻。因為其實我哋見到呢，而家好多嘅街頭表演者啦，唔好話就係音樂啦，可能係一啲劇團啊，或者一啲玩雜耍嘅一啲小丑呢，都其實經常俾呢個社會呢都仲會有啲打壓嘅，有好多嘅一啲法例呢，其實都仲係會我哋有啲阻撓咯，其實好難去生存落去嘅。好似話一個行乞條例咁樣啦，我哋付出咗一個表演啦，然之後會收取一啲打賞啦。咁但係法例上呢，其實有啲灰色地帶啦，可能呢會將呢一件事呢係視為行乞嘅喎。咁其實對表演者嚟講呢，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侮辱嘅字眼嚟嘅。咁但係因為法律上面一啲條文仍然都未釐清呢一樣嘢啦，所以可能會有呢個爭拗喺度啦。我呢就去咗西九呢，去開咗一個會。個會呢就係邀請咗好多一啲街頭表演者呢，有個諮詢啦。咁佢哋其實係想喺西九個文化區度呢搞一個俾街頭表演者嘅一個發牌制度嘅。我覺得呢件事係一個好嘅起步嚟嘅，因為至少我哋真係名正言順啦，光明正大咁樣可以表演啦，唔使好似而家過街老鼠咁樣，一見到警察就好驚，唔知係咪要趕我哋走咁樣樣啦。希望呢個係一個好起步啦，然後亦都希望我可以用我一啲嘅知識呢，去慢慢繼續喺呢一方面呢去做多啲嘢啦。我發現呢，原來一啲學咗嘅嘢呢，其實永遠都唔會嘥咗嘅。只要你有呢個知識喺度啦，有一啲你想做嘅嘢呢，自然就可以運用到呢一個知識噶啦。所以我都好中意我而家做緊嘅嘢。呢個呢，我諗就係我好彩啦，可以喺尋尋覓覓之後呢，揾到一個屬於我自己嘅一個快樂時代。再而家就送呢一首歌俾大家，我的快樂時代。讓我有個美滿旅程，讓我記着有多高興，
讓我有勇氣去喊停，沒有結局也可即興，難堪的不想，只想痛快事情，時間尚早，別張開眼睛，長路漫漫是如何走過，寧願讓樂極忘形的我，離時代遠遠沒人間煙火，毫無代價唱最幸福的歌，讓我對這世界好奇，讓我信自己的真理，讓我有個永遠假期，讓我喝誰也可嬉戲，從今天開始將些當作別離，時間就只會多一世紀，長路漫漫是如何走過，寧願讓樂極忘形的我，離時代遠遠沒人間煙火，毫無代價唱最幸福的歌，願我音樂呢樣嘢呢，其實對我嚟講係有啲乜嘢影響呢？喺我咁多年嘅人生嚟講，其實我細個呢都有開始唱歌嘅，不過唱下合唱團咁樣啦，即係同而家流行曲呢其實就好唔同嘅。細個都係一個悶蛋嚟㗎，好中意讀書啦，我會跑翻屋企溫書嗰一種嚟嘅，冇乜咩特別興趣嘅。其實因為而家香港教育制度就係咁樣啦，我哋讀書真係好緊要，好緊要，好緊要，你一定要考公開試啊，去爭取好多好多嘅嘢。所以咧，我細個都有畫下畫啊、影下相啊、唱下歌，但係一啲真係好課餘嘅一啲興趣啦，你真係一定要做晒功課、讀晒書，你先可以做嗰啲嘢啦。咁一直去到差唔多係我其實係大學嘅時間添啊，尤其是我讀法律係啦，好大壓力噶嘛，咁我就自己好想揾一啲其他嘢去減下壓啦，去抒發下嗰啲壓力啦。咁就揾咗好多呢啲搞路啊，咁樣去玩下。咁我加入咗呢個大學嘅劇社啦，咁又開始參加好多嘅一啲音樂嘅表演啦，接觸咗好多唔同類型嘅音樂嘅。而且我喺劇社度咧就會玩音樂劇啦，咁好特別嘅。對於我嚟講，音樂劇呢樣嘢，我覺得最引人入勝嘅地方係佢個音樂咧係好有故事性嘅。呢個咧我亦都係從佢度學到翻嚟嘅嘢咧，就係音樂真係要有個故事啦。而最緊要嘅就係你如何可以將嗰個故事好直接咁樣去傳遞到俾嗰啲觀眾。咁呢樣嘢咧，我諗對我而家都係好大嘅提醒嚟嘅。因為點解我會揀咗喺街頭度唱歌呢？因為同觀眾嘅距離真係好近啊！有時口水都可能係噴到佢哋咁滯喎。距離咁近呢，其實你嗰個 give and take 咧係好重㗎。你好容易可以見到觀眾俾到啲咩表情反應你啦。而你因為佢嘅一個表情呢，你又可能會自己內心又多咗一個感受，你又會俾翻佢。咁呢一個咁樣嘅互動嘅過程呢，我諗係喺好多其他嘅表演場地你係揾唔到嘅，即係譬如你喺紅館咁樣有好多幾萬嘅觀眾，但係你可能其實一個聚光燈打落嚟，其實你係完全見唔到觀眾噶嘛。你可能就係見到一啲燈啊或者一啲人影咁樣啦。你見唔到佢嘅表情嘅，但係呢，喺街度唱歌呢，直接就見到佢嘅表情。咁就好似我喺上個禮拜唱歌咁樣啦，喺街度唱歌都係平時銅鑼灣街頭咁樣。咁我就唱到以下落嚟嘅呢一首歌，就係陳奕迅嘅《今日》啦。咁一路唱嘅時候呢，我見到遠處呢有一個自己又企喺度嘅一個女仔咁。我見到佢呢，開始好似有啲雙眼通紅。我以前喺街度唱歌呢，就好緊張嘅，我就會就咁死盯住嗰份譜啦，就唔敢望人嘅。但慢慢頭先我都話啦，我揾到個街頭音樂嘅意義就係要同觀眾有互動啊嘛。所以而家呢，我好識得捉住呢一啲 moment 嘅。每次見到有人好似有啲touching 啦嘅位呢，我就會呢更加用力咁樣呢，去將個歌詞去傳遞到俾佢。咁我見到佢呢，好似有啲尷尬咁樣望住我，因為我就咁一路咁望住佢唱呢首歌啦。我都 feel 到佢會開始有打動嘅。我一路唱嘅時候呢，佢就終於喊咗落嚟啦。其實都好多時候會有呢一啲嘅 moment 嘅。
咁而啱啱呢首歌呢，其中有一句就係話：若今日你倦了頹然哭，容許我送贈暖啦。咁呢個我都好希望呢，係啦，香蕉奶代表正能量啊嘛。我成日都喺街度唱歌呢，就希望用我嘅歌聲呢，可以俾到呢一份溫暖俾到大家啦。喺佢今日可能會有啲好多唔如意嘅事情嘅，但係咁啱可能經過聽到我嘅一個歌聲，俾佢有少少靜下落嚟嘅時間呢，亦都希望可以俾到一啲能量佢啦。所以今日都送呢一首歌俾大家。今日事情如不順，今日問題如不盡，像圈中圈，了斷也了不斷。若今日你倦了頹然哭，容許我送贈暖，信我漫漫長路末端亦如初戀。熱情言不盡，今日熱情言不盡，就算怎都好，你願我更加遠，共跨進攬及暖甜和酸，才可以笑是共存，能共患難才是認真的有緣。抬頭吧，相信愛你便能飛，感覺將你會創出傳奇。變幻人生是地無可避，卻沒人可驅使愛別離。抬頭吧，黑暗過會是神器，懷着樂觀總有轉機。今天珍惜，今天逢凝望我心所愛的你。街頭音樂人香蕉奶歌曲傳情，引發你嘅共鳴。點解揀兒童癌病基金呢？兒童去患癌病呢，其實佢哋可能會有更加多嘅需要啦，都係需要呢個基金去幫助佢哋嘅。咁唔止幫啲小朋友啦，其實佢哋身邊好多嘅家人呢，都會受到好大嘅一啲情緒嘅創傷啦。呢個基金呢，亦都會去俾佢哋嘅身邊嘅人呢，都會有一啲輔導嘅。兒童癌病基金提供嘅服務非常全面，由為病患者及其家人提供情緒輔導、公眾教育，到為有財政困境嘅家庭提供經濟援助等等。我係香蕉奶，如果我揀嘅歌能夠引起你嘅共鳴，請用手機發一個短信到50881-903，捐出5蚊支持兒童癌病基金。此時此刻有誰共鳴？早年雷霆881，叱咤903。此時此刻有誰共鳴？大家好，我係香蕉奶，就係今日有誰共鳴嘅嘉賓。雨傘運動到聽日就過去咗半年，有人話香港人善忘，對於上個禮拜嘅事都唔會記得㗎啦。你係咪其中一個呢？香蕉奶對於半年前自己嘅參與就歷歷在目，尤其係記得喺海富中心附近唱歌，由開始嘅時候旁人懷疑嘅眼光，到後嚟投入到一齊唱。呢啲經驗都加強咗佢對自己堅持嘅信念嘅信心。頭先呢就講到我以前唱歌呢係一個都幾冇自信嘅人嚟嘅。咁講真呢，我冇好認真咁樣去學過唱歌啦。我都自問呢，其實我唱功呢都並唔係一個歌手咁樣嘅唱功嚟嘅。所以我其實成日行出嚟唱歌咧都冇乜信心嘅，尤其是我自彈自唱啦，但我吉他咧真係都幾水皮下㗎。我係有一次咧大學嘅時候玩音樂劇啦，咁嗰個角色係需要我彈吉他嘅，咁通常呢啲時候咧就做演員，你一定喺台上面要扮到好 professional 㗎喎，咁就喺好短嘅時間咧就逼住自己去學咁樣啦，每日都練，一開始都好痛苦嘅，因為手指會好痛啦，起晒疹咁樣。咁大家玩音樂都經歷過嘅過程嚟嘅。咁就一路咁樣學啦，都係好短時間學翻嚟嘅啫。慢慢幾時開始對翻自己有啲信心呢？其實都可能係喺佔領嘅時間啦。咁其實大家認識我呢，好可能都係會喺佔領嘅時間見到我喺金鐘嗰度唱歌啦。係咯，雨傘運動嘅時候，咁我喺嗰度呢，其實就由10月中開始啦，連續呢就每晚都有喺嗰度唱歌嘅，唱咗都有50萬嘅，差唔多係總共。咁而家就喺嗰度唱歌啦。如果純粹講好音樂上面呢，係對我嚟講係真係每晚你逼住喺嗰度唱歌呢，就逼住一定要練習啦，然後個技巧會好快可以純熟到啦。咁呢個係比較音樂上面嘅嘢嚟嘅。如果你話心靈層面上面對我有啲乜嘢幫助呢？其實喺嗰個地方唱歌呢，
最大嘅分別就係我以前喺街度唱歌，大家都會覺得你係支持緊音樂啦，你係將啲信息同大家分享啦，肯定會係好讚賞你嘅一件事嘅。咁但係去到嗰度唱歌呢，其實混雜咗政治嘅元素喺度呢，自然就有批評嘅聲音噶啦嘛。有啲人會覺得我喺嗰度開演唱會啦，為咗一個搶光環啦，總有呢啲咁嘅批評聲音嘅。咁而正正係呢一啲批評嘅聲音呢，會令我每日都反思我自己點解需要落去呢個佔領區度呢。第二就係甚至點解我要將音樂帶落呢個佔領區度呢？音樂對我嚟講個意義喺邊一度呢？究竟音樂可以喺一場運動度有啲乜嘢嘅作用呢？因為好多人都會話我哋唔應該娛樂啦，但係對我嚟講呢個並唔係一個娛樂嚟嘅。慢慢落去咁樣問自己反思呢個問題嘅時候，我就終於揾到一個音樂嘅意義啦。其實我哋見到呢，歷史以嚟都有好多嘅一啲戰爭啊，或者一啲運動呢，係會用音樂嚟做一個媒介呢，去令到大家更加有個凝聚力嘅喎。咁例如我哋孤星淚嗰啲歌啊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咁樣，呢啲嘅歌其實到而家都仲係好有嗰個 power 喺當中嘅。慢慢我就發現音樂可以真係凝聚到大家啦。除咗我自己咁諗之外呢，其實都好多觀眾會同我講，喺嗰個地方呢，好容易會好迷失嘅，尤其是過咗咁多日都好似冇乜進展咁樣樣。咁唯獨是係聽我唱歌嘅時候呢，佢慢慢可以有一個靜落嚟嘅時間俾自己去反思下點解需要繼續堅持落去啦。咁我諗呢一個都係一個營造緊一個環境去俾大家有一個稍稍可以休息嘅時間嘅，更加令我確信音樂嘅力量啦。咁亦都頭先講到喺呢個地方呢，對我自己嘅成長好大嘅就係點樣可以去接受嗰啲批評嘅聲音啦。我自己有一個座右銘嘅，就係待人以寬律己以嚴啦。好多時候呢，我哋都會好似係位於一個高地啊，咁樣去俯瞰其他人嘅一啲做得唔好嘅地方啦。咁但係其實你要講嘅話，每個人都有佢嘅一啲缺陷噶啦，每個人都有佢做得唔好嘅地方啦。咁你點解要將佢一啲做得唔好嘅地方放大呢？我哋何不可以將欣賞下每個人最美善嘅一面啦？咁樣其實個世界會更加美麗啦，大家都互相包容多啲啦。好希望自己可以做到啦，望住其他人嘅時候，多啲欣賞佢一啲好嘅地方啦。咁而我自己呢，亦都希望可以從其他人嘅一啲好嘅地方可以吸收到佢嘅好處啦，自己慢慢可以更加去改善啦。呢個就係喺呢一段時間以嚟學到嘅嘢啦。咁亦都係呢一首歌呢，高山低谷啊，都係講緊呢一樣嘢嘅。究竟我哋好多時候都會經歷緊一啲高處，有時亦都會落咗低谷。好多人會有一啲批評嘅聲音啦，你點樣可以喺當中如何自處呢？點樣可以去整理自己嘅一啲情緒，然之後爬翻上去呢？再次希望呢首歌都可以鼓勵到大家。站在樹林內就如沒氧氣，在夕陽下寂寥吧，沒權利見你。早知高的山低的谷將你我分隔兩地，失去人情味。你那貴族遊戲，我的街角遊記，天真到信真心太兒戲。你快樂過生活，我拼命去生存，幾多人位於山之巔俯瞰我的疲倦，渴望被成全，努力做人誰怕氣喘，但那終點掛在那天邊，你界定了生活，我侮辱了生存，只適宜滯於山之谷，整理我的凌亂，渴望大團圓，腳下路程難以削短，未見終點，也未見恩典，我與你極遠。越無望未來沒有我，在斷崖下盡頭吧樂園未有過，彷彿天一黑天一光，揮發了一句再會，只見人下墮，快為繼續傳播，你都不慰問我，區分到太清楚，太嚴苛，你快樂過生活，我
拼命去生存，幾多人位於山之巔，俯瞰我的疲倦，渴望被成全。努力做人，誰怕氣喘？但那終點掛在那天邊，你界定了生活，我侮辱了生存，只適宜滯於山之谷，整理我的凌亂，渴望大團圓，腳下路程難以削短，未見終點，也未見恩典，我與你極遠，我卻尚要生存，偷偷存活於山之谷，等到某天雲斷，你繼續盤旋，我繼續埋藏我愛戀，沒有終點，永沒有終點，那永遠極遠。頭先亦都講到呢，我自己呢係一個冇乜自信心嘅人嚟嘅，尤其是可能聽到好多批評嘅聲音呢，會更加去質疑自己啦。我亦都係一個好依賴其他人嘅人嚟嘅，所以當我遇到呢啲批評嘅聲音嘅時候呢，我發現好多時候呢，都係要靠我身邊嘅人嘅一啲鼓勵啊，我先可以再企翻起身嘅。咁亦都好慶幸啦，我身邊呢一直都有好多好多嘅小天使啊，去支持住我。好似我嘅屋企人咁樣啦，好多人都會問我揀咗呢條路會唔會屋企人會好反對啦，但係其實佢哋一直咧都好默默咁樣支持住我嘅，咁呢個對我嚟講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支撐啦。咁而亦都有好多好多嘅朋友咧，佢哋亦都會好無條件咁樣支持我，每逢有啲咩演出啊，大大小小嘅演出咧，佢哋到嘅都會到嘅，到唔到都會 send 個 message 嚟同我講聲加油咁樣啦。因為講真，我而家行緊呢條路，作為一個 freelance 咧，其實係有啲時候都幾孤單嘅，因為你好多時候都係自己出入咁樣啦，去邊度都係自己一個啦。好似呢啲咁嘅時間，咁身為我嘅朋友啦，都應該係翻緊工噶啦，咁大家都係平日朝9晚5翻工噶啦。咁但係好多我夜晚嘅時間呢，我自己又可能要出去唱歌啊，或者要有好多唔同嘅 function， 可能要去表演咁樣，更加難呢約到同啲朋友見面。我諗比起以前中學、大學啊，肯定係少咗好多機會見面噶啦。咁慢慢呢，自己好似呢會好孤身走我路咁樣嘅感覺啊。但係我感受到嘅嘢就係，有啲時候呢，雖然同朋友係唔可以成日見到面啦，但係我哋當中嗰個 bonding 呢，其實已經喺度噶啦。即係雖然佢哋翻工啦，我有我做嘅嘢啦，但係我哋互相呢，其實默默呢都係喺度支持緊大家啦。呢個感覺係好緊要噶，令我可以繼續去堅持落去。亦都係因為有佢哋嘅支持呢，令我見到自己呢美麗嘅一面啊，多啲欣賞自己。咁亦都係因為佢哋嘅支持呢，令我可以慢慢呢成為一個更好嘅自己。呢個都係我一路以嚟作為一個人嘅一個目標嚟嘅，就係點樣可以成為一個更好嘅自己呢？好多人呢，人生有好多唔同目標嘅，有啲係為咗得到一啲名利啦，有啲係為咗要好快樂咁樣生活啦。對我嚟講呢，如果好大體咁樣講，我個目標就係要成為一個 better me 啦。有時成為一個 better me 呢，唔一定會有名利嘅，唔一定會開心添嘅。因為你要開心咧，可能可以好放縱自己，可以去幾時玩就幾時玩。但係要成為一個更好自己呢，我諗更多嘅時間呢係一個掙扎啦。你會處於好多嘅地方諗緊啊，我應該咁樣做啊，定係咁樣做好呢？咁掙扎有時都幾痛苦噶。如果你要開心快樂啊，其實你唔需要諗咁多嘢添啦。咁但係自然有呢個掙扎嘅時候呢，你先可以慢慢繼續呢去反思更多自己嘅一啲問題啦，同埋反思自己點樣可以去做得更加好啦。我都聽人講過一句說話嘅，你有掙扎先可以成長噶嘛。尤其是作為一個藝術家呢，你往往都係喺嗰啲掙扎同埋低谷嘅時候呢，你嘅靈感先特別多嘅，可以去有多啲創意同埋諗法去做到一啲鼓勵到人嘅嘢。咁所以呢個就係我嘅可以話係人生嘅目標啦，就係成為一個 better me 啦。除咗我自己之外呢，都好多謝身邊嘅一啲鼓勵我嘅人啦，令我可以慢慢朝住呢一條路去繼續
進發啊，所以就送呢一首歌俾大家。遠處海港傳來陣陣傳遞，我一直飄零到被你撿起，如今望着反映窗戶玻璃，有個我陌生又熟悉。I can smile a little more, sing a little more, feel a little more， 全因為你說好了要為幸福一天天地練習，練習 laugh a little more, I love myself a little more， 要學會更加善待我自己，為你我變成了 better me。距離都不算是真的分離，想念和母親能代替一切言語。有一天生命會老去，還好謝謝有你，在你眼中 I see the better in me， Cause I can smile a little more, sing a little more, feel a little more， 全因為你說好了要為幸福一天天地練習，練習 laugh a little more, I love myself a little more， 要學會更加善待我自己，為你我變成了 better me。街頭音樂人香蕉奶歌曲傳情，引發你嘅共鳴。頭先呢，由我細細個講到去慢慢一路成長啦，再去到而家嘅一個香蕉奶，咁一路呢一條路走落嚟呢，其實我以前呢都估唔到原來自己會行到去呢一步嘅。尤其是讀 law 嘅時候呢，我諗我哋大家嘅諗法都好一致㗎啦，因為作為讀一個專業呢，其實如果正正路路呢，都係咁樣行嗰條路㗎啦，即係你做實習啦，然之後做一個律師啦，到30幾歲啦，差唔多儲到啲錢，話唔定自己可以開到一間律師樓，咁就都揾到幾多錢㗎啦，即係再建立一個家庭咁樣，呢個係一個好正路嘅行法嚟嘅。而好多嘅香港人啦，冇話律師啦，其實大家都係揾緊一條好安穩嘅路嘅。咁點解我自己要行咗一條個唔安穩嘅路呢？咁我諗最緊要嘅都頭先咁講啦，我想成為一個 better me， 我想揾到自己嘅一個價值啊嘛。呢個就係我想透過藝術可以貢獻翻俾呢個社會啦，就係我好想做嘅一樣嘢嚟嘅。而家我回想翻呢，自己一路走落嚟嘅呢一條路呢，當然會遇到好多嘅一啲挫折啦，但係亦都會遇到好多好開心同埋難忘嘅事情嘅。我諗我放棄咗呢個安穩嘅生活呢，就係好想每日都好似有一個新挑戰咁樣啦嘛。好似頭先我第一首歌嘅時候講嘅，每日擘大眼第一樣嘢做呢，就係望下個窗邊嗰啲雲啊，係一啲唔同嘅形狀啊。其實好似我哋小朋友嘅時候呢，點解小朋友咁得意啊？就係因為佢哋嘅眼睛呢，總係充滿咗一股好奇心啊！佢哋睇世界上面嘅每一樣嘢呢，都係好似抱住一種你第一次接觸嘅嗰個心態。我哋譬如搭地鐵嘅時候呢，如果係經過一啲戶外嘅風景嘅時候呢，啲小朋友總係會爬喺個張凳上面，之後就望住個窗，佢哋就可以自己好開心喺度大笑噶啦。有時你都唔知佢哋望緊啲乜嘢，笑得咁開心噶。如果我哋長大咗之後都可以咁樣，你話幾好呢？其實我哋成日都可以見到一啲美麗嘅事情。我而家成日影相啊、畫畫呢，其實就係好想呢，可以透過呢個小朋友嘅眼睛呢，再次去睇呢個大嘅世界。真係好難嘅，因為係咯，細咗好多嘢呢，可能慢慢將你呢一個精靈嘅眼睛呢會蒙蔽咗嘅。但係呢，我亦都好希望自己可以繼續堅持到用呢個小孩嘅眼睛看呢個大世界啦。亦都好想鼓勵翻以後嘅自己，例如話10年之後嘅我自己啊，究竟我會變成一個點樣嘅人呢？10年前嘅我
都估唔到自己而家會變成咁樣。咁其實10年的確可以變化好大嘅喎，會唔會我已經磨蝕咗呢？會唔會已經忘記咗呢一啲我一直都咁堅守嘅信念呢？而都會行到去邊一步呢？真係好難去預計嘅。不過而家呢個 moment 就好想送呢首歌俾10年後嘅自己，就係薛凱琪嘅《給10年後的我》。這10年來做過的事，能令你無悔驕傲嗎？那時候你所相信的事，沒有被動搖吧？對象和緣分已出現，成就也還算不賴嗎？旅途上你增添了經歷，又有讓稜角消失嗎？軟弱嗎？你成熟了，不會失去格調吧？當初堅持還在嗎？刀鋒不會磨鈍了吧？老練嗎？你情願變得聰明而不衝動嗎？但變成步步停下三思，會累嗎？快樂嗎？你還是記得你跟我約定吧？區區幾場成敗裏，應該不至麻木了吧？快樂嗎？你忘掉理想，只能忙於生活嗎？別太遲，又10年後只想快樂嗎？咁快呢，就嚟到最後一首歌嘅時間啦。咁呢首歌點解會擺最後一首呢？其實對我嚟講呢，係一首好重要嘅歌嚟嘅，係我第一首自己作嘅歌啦，亦都係我自己個名嚟嘅。其實就叫做香蕉奶啦。作呢首歌嘅時候，個環境係點樣呢？就係當初呢，我決定啦放棄律師呢一條路嘅時候，有一晚啦，自己喺屋企對住4部牆喺間房度啦，就望住個窗啊，好似啱啱頭先我講嘅窗邊咁樣喺度望住個天空嘅一啲雀仔咁樣樣。然後呢，就諗緊究竟我以後條路係點樣樣呢？歌詞入邊呢，講咗好多我對呢個世界嘅諗法，亦都講咗好多我嘅夢想啦。頭先講到嘅一啲正能量啦、童心等等呢一啲嘅 message 呢，都喺呢一首歌度呢，係我一直想宣揚嘅一啲嘢。頭先又有一首歌係給10年後的我啦，其實我最想10年後嘅自己、20年後嘅自己，我可以聽翻呢首歌嘅時候呢，我會可以無愧於心咁樣去唱呢首歌出嚟，而佢唔係即係普普通通嘅一首歌，而係真係我嘅第一首歌啦，一直以嚟堅持嘅一啲信念啦。如果我20年之後、30年之後都仲可以好發自內心咁樣唱呢首歌出嚟呢，我諗我一直堅持嘅嘢呢，其實應該係未變嘅，好希望可以咁樣樣啦。所以就送呢首我自己第一首作嘅歌俾大家，亦都送俾將來嘅我自己，希望你聽翻呢首歌嘅時候都會幸福啦。窗邊觀摩天邊，幾多小鳥暢快，牆上掛了相機畫簿，吉他通通得個擺。上次開懷歡笑，盡情大嗌，被遺忘了沒法倒帶。難道這就算變乖？香蕉奶像個小孩逛下街，來讓太陽曬一曬，唱出正能量，有夢就會強大像妖怪，盡快驅逐出世界，長路縱崎嶇難捱，常有天使沿途照亮你心中熱暖一塊。上
想當天懵懂小子，轉眼已變大。嘗試過困惱挫折，讓我終於了解，幸有小孩心態尚未崩壞。常言世事沒法猜，汗與淚唔會嘥，香蕉奶像個小孩逛下街，來讓太陽曬一曬，唱出正能量，有夢就會強大，將妖怪盡快驅逐出世界，長路縱崎嶇難捱，常有天使沿途照亮你心中熱暖一塊。香蕉奶，若你走來說句嗨，離別我時說拜拜，就已經足夠讓我共你之間拉近邊界。是有種東西不能買，何時卻偏被活埋，願我可以成為你信差。愛天天派，像個小孩逛下街，來讓太陽曬一曬，唱出正能量，有夢就會強大，將妖怪盡快驅逐出世界，長路縱崎嶇難捱，常有天使沿途照亮你心中熱暖一塊。街頭音樂人香蕉奶歌曲傳情，引發你嘅共鳴。點解揀兒童癌病基金呢？香蕉奶嘅奶代表童心啊嘛。兒童對我嚟講呢，係一種好單純，對呢個世界係充滿好奇心嘅一個小朋友啦。亦都因為咁樣呢，佢哋其實對於呢個世界呢，係好重要嘅一環嚟嘅。兒童去患癌病呢，其實佢哋醫好嘅機會率呢，係大過成人好多嘅。但係正正係因為咁樣呢，佢哋可能會有更加多嘅需要啦，去支援佢哋啦。醫病之後呢，其實佢哋以後落嚟嘅可能會有好多唔同嘅併發症呢，都係需要呢個基金去幫助佢哋嘅。咁唔止幫啲小朋友啦，其實佢哋身邊好多嘅家人呢，都會受到好大嘅一啲情緒嘅創傷啦。呢個基金呢，亦都會去俾佢哋嘅身邊嘅人呢，都會有一啲輔導嘅。希望大家呢，支持呢一班小朋友啦。兒童癌病基金嘅使命包括提高癌症兒童同埋佢家庭嘅生活素質，喺身心健康同埋人際康樂服務方面予以周全服務，協助醫生提高治癒率，以及資助香港主要公立醫院購買先進儀器，改善治療兒童癌症嘅設施同埋服務。我係香蕉奶，如果我揀嘅歌能夠引起你嘅共鳴，請用手機發一個短信到50881-903，捐出5蚊支持兒童癌病基金。此時此刻有誰共鳴？